你刚刚嘛，不论你们好，我是来自花莲丰滨的把奈。之所以会来参加千人200人举贿选拜拜的活动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马耀，他有跟我一样的共同的理念、信仰跟想法。之所以会来，是因为过去是被创造另一个身份，未来由我们来创造另一个身份。年轻人站起来，大喊要改变。然后会支持马耀的原因，是因为只是单纯的想法，要支持马耀，因为土地就是传统文化，一旦没有了土地，寻根的路也就消失不见了。所以我要支持马耀，所以大家签了200贿选，拜拜，谢谢。